我哋拍友咧係有一定程度上邊嘅活動唔方便嘅，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都 entitle 咧可以去申請普通或者係高額嘅傷殘津貼啦。咁呢個咧係唔需要資產審查嘅。普通嘅傷殘津貼就每個月有2095蚊，高額嘅就有4190蚊，需要經過醫生證明咧係嚴重傷殘嘅。咁另外咧，合資格嘅人士咧，亦都可以加多咧，由每個月有340蚊嘅交通補助啦。咁佢係同傷殘津貼一齊發放嘅。另外，亦都可以申請傷殘人士八達通有2蚊嘅乘車優惠。咁申請呢一個傷殘津貼咧，係有一個咧離開香港記錄嘅要求嘅。申請人係要喺申請嗰一日向前數翻1年裏邊冇離開香港超過90日。咁如果喺公營機構覆診嘅病人咧，可以透過醫務社工或者係社會福利署嘅網頁申請啦。咁如果喺私家覆診緊嘅病人咧，都可以透過社會福利署網頁申請嘅。另外唔少拍友咧都需要坐電動輪椅嘅喎，唔知道你哋有冇申請到資助呢？咁電動輪椅資助嘅上限咧係去到50,000蚊嘅，而輪椅嘅配件咧包括電池啊、控制器啊咁樣咧，個上限係去到9000蚊。咁咧就需要醫生證明啦，同埋職業治療師、物理治療師嘅推薦信嘅。咁咧就可以經由註冊社工遞交申請，同埋幫我哋跟進。